顶礼拜，乌克兰的军队掠到2个参加罗西亚军队的中国公民哦。将乌克兰情报总局伫首都基辅开记者会，2个中国政府亲身出面说明，2个人拢强调讲，因是自愿加入的，毋是国家指派，嘛表示讲想要返去中国，佮警告其他的中国公民，就唔通来参战。 记者所在的地方是乌克兰情报总局召开记者会的现场，2名中国籍战俘将会亲自到场。据了解，他们是在战场上为俄军作战时被俘虏。这2位伫乌克兰掠到的中国公民，分别是26岁来自江西的张仁波，甲33岁来自荷兰的王光军。2人强调，这兵毋是自愿，并不是国家指派。本身对从军是有很强的这种欲望的。 真的，每个男人都特别想去从军。都是聊一句，然后就加深了我对俄罗斯这个从军的这个想法。然后再加上当时的事业，因为相信中人讲这边的薪水比中国的工资悬10倍，所以伫今年2月就安排伊对新疆经过哈萨克前往莫斯科，毋过到罗西亚了后，军方甲伊的银行卡甲手机摕走，佮甲伊送到战场的上前线。媒体上就是国际上宣称的就是。 中俄友好，所以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话，就是首先我们都很去信任他，因为这份信任，所以可能我们就被利用了。除了抖音的宣传影片，甚至有人发文教下鼓励参军，不过2人到罗西亚才发现现实是完全无同。 不要参与这场战争。俄罗斯给予我们的都是谎言，都是假。希望你们千万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参与任何战争，更何况这场战争本身与我们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有后悔参加这场战事吗？那有什么想跟家人说的？最对不起的应该就是爸爸妈妈吧。战争。 在之前，它只存在于我的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，但当你真的亲身经历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它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。我还是想尽快的回到我的家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到了俄罗斯参加了战斗。我想跟他们说，我现在是活着的。 目前2人拢希望讲会当互交换转去中国，不过中国外交部也未正面回应。乌克兰方表示有超过150名中国的公民伫前线替罗西亚作战，警告讲这反映罗西亚想要延长战争，质疑中国是毋是点点放伊发生，当地积极透过外交的手段来参详。公司国际记者乌克兰基辅采访报道。